好，大家好，歡迎光臨黃總講軍事。我今次終於開始講俄烏戰爭。我會分3集，第一集就係講2022年嘅俄羅斯特殊軍事行動。第二集會講打咗3年嘅一個大事回顧。第三，大家關心嘅就係俄羅斯嘅核打擊能力，同埋會唔會導致第3次世界大戰。好，翻返第一集先。第一集我講緊就係2022年個俄羅斯嘅特殊軍事行動係點樣開始嘅？點解呢？成日講話1小時22分鐘打穿烏克蘭，3日之內佔領烏克蘭，1個月之內將烏克蘭據為己有。點解會咁樣講呢？其實係有原因嘅。俄羅斯當時唔係亂咁嚟，就話我想打你就打你，佢用咗好精密嘅計算，好精密嘅裝備準備時間，無論人員、物資、裝備、戰略、策略，全部都安排得清清楚楚。咁我想講翻啦，究竟2022年嘅2月24號發生咗乜嘢事？首先2022年嘅2月24號呢，俄羅斯嘅軍隊呢已經喺10個地方建立咗一個前線基地，準備同時間喺2022年嘅2月24號呢進軍進入烏克蘭境內。咁同一時間呢，就有佢嘅空降部隊，我哋叫做 VDV， 係個空降特別作戰部隊，呢個好出名嘅俄羅斯嘅空降軍。咁空降軍嚟講呢，佢哋係一個特種部隊，等於美國嘅 Marine 一樣。咁佢點做呢？首先唔好理個十支部隊點行先。首先呢一支空降軍呢，係由8架叫做 KA-52 嘅一個空中嘅雙旋翼嘅戰鬥直升機去開路，後邊跟住大概20架嘅米八係咩嚟嘅？佢係一個裝甲運輸直升機，每一個載咗16個人，咁載住大概接近300位嘅特種部隊，可能嚟自第11或者第31嘅俄羅斯嘅特種空軍作戰旅嘅步兵。好，咁佢哋嘅目標就係點樣呢？嗰10支陸地部隊呢，係一個叫做吸引眼球嘅部隊，嚟自白俄羅斯、俄羅斯、克里米亞同埋俄羅斯嘅西部，咁樣同時進入，令到當時嘅烏克蘭嘅守軍會疲於奔命，呢個係第一點。而真真正正刺穿心臟嘅就呢一支特別嘅作戰部隊，佢哋用直升機低空經過，利用2個鐘頭時間咧，飛臨一個喺烏克蘭 Kiev， 即係基輔首都隔籬嘅叫做安東諾夫機場。安東諾夫機場咧，距離嗰個烏克蘭嘅首都基輔嘅市中心，亦即係澤連斯基嘅辦公大樓，係10公里。咁佢哋諗住咧就係咧，利用一特殊嘅作戰部隊咧，降落喺安東諾夫機場，佔領跑道，隨後由 E76IL-76 一架巨型嘅運輸機，總共係18架，係準備喺後邊起飛嘅啦。一旦成功，佢就會起飛。呢18架嘅伊留申76嘅空軍運輸機，會帶同大概80架各種步兵戰鬥車，係 armor 㗎，係裝甲㗎，大概1000名嘅特殊傘兵會降落喺安東諾夫嘅機場，跟住打開佢嗰個倉，啲裝甲車同埋步兵就會出嚟，然之後咧就會直接殺入去基輔市中心，大概需要10公里，講緊大概亦都係最多半個鐘就到噶啦。咁去佔領市中心，活捉澤連斯基同佢嘅內閣，跟住咧可能將佢哋軟禁啊，或者宣布戰爭結束，跟住咧個10支部隊嚟自烏克蘭周邊嘅俄羅斯境內就會開入嚟啦，咁變咗就係3日之內打穿烏克蘭，就係咁嘅意思。係咪好精彩啊？你諗就精彩咯，你諗就精彩咯。你想打就精彩咯，問題人哋俾唔俾你咁打先。咁首先就係話係歐盟，即係講緊嘅NATO 同埋美國已經預先知道咗你嘅作戰計劃，
所以嘅做法就係咧，佢已經知道你有機會用空降特種作戰部隊嚟到奪取機場，然之後咧進入基輔，所以派咗國民警衛旅大概300人喺機場駐守。好啦，咁呢個時間啲直升機入嚟嗰陣時咧，佢因為經過大概需要160幾公里嘅飛行路線啦，咁沿途咧都有烏克蘭嘅步兵利用單兵嘅防空武器，可能刺針式導彈啦，或者係烏克蘭本身嘅一啲對空導彈咧，打咗3架直升機落嚟啦，即係你個叫做突襲咧已經冇得突襲，我已經知道啦已經。好，跟住當佢真係嚟到機場先發覺咧，個機場唔係冇人守噶。個機場平時係唔用㗎咋，但係有300幾人部隊係守緊，包括對空嘅一個 Zeus 嗰個4管機關炮啦，亦都包括咗單兵武器啦。咁呢個時候就爭奪機場啦，咁變咗咧卡52咧喺現場咧進行對空壓制嘅發射導彈啊咁樣，咁佢大概有4架卡52被打咗落嚟嘅。好，咁佢哋都好成功咁樣咧，剩翻嗰幾架咧成功壓制咗個部隊，然之後咧開始降落佢個航空兵。降落之後咧，大概有200幾位航空兵降落咗嚟嘅，真係好訓練有素啦，又係好好嘅裝備啦，同埋個士氣非常爆滿啦，所以好快咁樣上晝已經將本身駐守喺機場嘅烏克蘭嘅守軍係趕咗去另外一個機棚嗰邊，咁算係佔領咗。但係其實喺呢件事開始之前咧，烏克蘭嘅防衛部隊已經喺周邊距離半個鐘頭咧。調動咗2個裝甲旅上嚟，咁大概嚟咗之後咧，喺遠距離咧用多管火射發射器同埋重炮將嗰個機場嘅跑道炸爛晒。咁你嘅目的，俄羅斯係諗住特種兵攞咗機場跑道，跟住伊留申76不斷咁樣將啲兵員運過嚟啊嘛。你炸咗機場跑道，即係話我嘅飛機嚟都冇用。咁結果伊留申76咧就喺原地冇起飛過，喺度等嘅啫。好，咁守喺呢個基輔隔離嗰個安東諾夫機場嘅剩翻個200零個特種兵咧，就好孤立無援啦。咁呢個大家可能電視睇過畫面嘅，亦都有好多片段有做過嘅。咁好啦，咁講到呢個位，呢個行動係完全失敗，所以諗住用呢啲特種部隊攻入去心臟活捉澤連斯基係完全破產啦。不過佢有10支部隊嚟自唔同嘅地區啊嘛，咁其中一支咧係嚟自俄羅斯嘅。係一個車臣嘅第16裝甲旅正行咗過嚟，大概用咗36個鐘就嚟到你機場同你會合咗，但係冇用，因為點解啊？你當初諗住用呢個機場完整無缺嘅跑道指揮系統源源不斷咁運送部隊啊嘛，而家冇咗個意義，所以首先第一個核心嘅一個叫做1小時22分鐘已經破產啦。咁呢個第一個位，第二個位就係咧，由於烏克蘭嘅部隊知道俄羅斯會進攻，所以咧佢單兵去到幾乎1比1嘅比例，都有單兵嘅一個防坦克嘅防裝甲嘅導彈，包括咗好多唔同嘅型號，以後先再講。所以嚟講咧，佢研製咗所有裝甲部隊入嚟嘅速度，即係話你經過個單兵就之後爆你，咁導致咧大家見過新聞啦，60公里長嘅裝甲部隊停喺路中心停咗幾日。亦都有幾個故事，我覺得臨尾要同大家講嘅。有一個地方咧就係咧喺我哋切爾諾貝爾，大家可能聽過核電廠嗰位啦，咁就有一個海關啊，海關有2個士兵把守烏克蘭嘅。咁當俄羅斯嘅 T90 駛過嚟嗰時咧，嗰2個士兵居然話：你哋停，有冇 pass， 有冇護照？而當然咧，佢哋會被機關槍掃咗啦。呢個英雄嚟嘅。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喺蛇島，蛇島咧就喺黑海中間一個島，唔係好大嘅啫，大概有6個足球場咁大啦。咁入邊咧有12位烏克蘭嘅海軍步兵咧係守衛呢個島嘅。咁當時嚟進攻嘅咧就係莫斯科號，但係冇錯就係嗰架俾人打沉嘅架。咁當時未被打沉噶嘛，咁佢嚟咗之後咧，佢就用嗰個 speaker 同要求烏克蘭士兵投降。咁呢個英雄少尉咧亦都覆咗一句粗口，就話當然咧我唔會投降啦。咁當然佢哋冇死到，俾人捉晒。我覺得就係話呢2個故事睇唔出就係烏克蘭嗰個抵抗嗰種意志。仲有一個咧係一個工兵嘅少尉。咁由於佢哋鋪咗一啲橋度，鋪咗炸藥，咁咧就啲坦克烏克蘭俄羅斯坦克已經過緊嚟啦。咁個少尉話我走唔切趕唔切噶啦，咁點算啊？引爆。
佢引爆同條橋一齊爆，而令到可以阻延咗俄羅斯嘅坦克前進。呢種咁樣嘅戰鬥民族，你要戰勝佢，真係唔係容易。呢一集講到呢度，下集我哋再講呢3年究竟打咗啲乜嘢。希望大家鍾意今集嘅節目。如果你唔想錯過下一集，記得 follow 我嘅 channel。你同時可以留言區講低你想聽嘅 topic，等我話你知。